前世今生，缘分了云上牵连，人间情缘芸众生，离分离合的难免。梦想理想，多年云烟风尘烟，富贵名利，万山空空一尘烟。人生啊，人生啊，就像江中花。中年，世间尘烟，前世今生。缘分了云上牵连，人间情缘芸芸众生，离分离合的难免。梦想理想。尘烟富贵名利，万山空空一尘烟。人生啊，人生啊，就像江中花，水中烟。世间尘烟，前世今生，缘分命运上牵连，人间情缘芸芸众生，离分离合很难免。梦想理想。多年云烟风尘烟，富贵名利，万山空空一尘烟。人生啊，人生啊，就像江中花，历史呢，很多尘烟描写人间事件，也就来到了人间啦事件样板与变化神梦大家因为今日呢，正是神梦大家能得有安样的时间出了欣赏了，安尼客家人呢，亲手在台湾全省呢能得抢了政府单位，能得按从事基层呢大兵的你哋有人士呢本来就有只舞台，真见神梦了所有的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韩国安尼双级的壮观能得有安样的机会本大家。我要推苗栗县政府，要推了所有的人民了就来神望了双级的壮观了就因为按到壮观无法度意义来去神望大家。